六嘅朝頭早，一隻頑皮嘅小猴子同幾個朋友去足球場度踢波。當踢到一半嘅時候，小猴子見到球場旁邊有一個告示牌，上面寫住：請勿踢球入花園，違例者被罰款。小猴子心諗：花園咁靚，入面又冇人，踢入去應該都冇問題嘅。佢偷偷地同朋友小兔子講：不如我哋試下踢個波入去花園度，睇下邊個射最準。小兔子皺起眉頭就話啦：唔好啦，告示牌上面寫住唔可以噶，萬一打爛咗花盆或者傷害到其他動物就麻煩噶啦。小猴子有啲唔甘心，就話啦：咁我哋想小心啲咪得咯，應該冇事嘅。於是佢一腳就將個波踢咗入去花園度，結果足球撞到花盆，砰一聲，花盆跌咗落地，水面散到一地都係。呢個時候，大象伯伯走過嚟同佢哋講：小朋友，你哋喺度玩都要守規矩啊！如果唔係，就會令到大家唔安全，仲會破壞環境添。小猴子知錯啦，知道唔應該亂踢波。小兔子拍拍小猴子嘅膊頭就話啦：你睇下，如果一開始就守法，就唔會有麻煩。守法係保護自己同大家㗎。之後，大象伯伯笑住話：知錯能改就好啦。跟住，守法唔係限制你，而係想令大家可以安心享受設施。之後，小猴子又同朋友好開心咁踢波啦。各位，守法唔係一件麻煩嘅事，而係要保護大家，就好似踢足球要守規矩一樣。生活中守法，先可以令大家安全同快樂。